維坊敏華冰廳下午茶，敏華冰廳開咗幾十年，今次第一次幫襯，比想象中抵食。下午茶輕鬆茶餐24蚊起，旺角冰火菠蘿油餐28蚊，粉麵餐38蚊起，仲可以加12蚊，加配多士及蛋或火腿或雙腸。兩老一人一個旺角冰火菠蘿油餐，熱飲揀咗杏霜，菠蘿包鬆軟皮脆，加埋牛油，美味，熱杏霜濃郁好味。今餐埋單56蚊，仲可以自助埋單，方便。